亲爱的各位弟兄姐妹们，大家平安吗？今天你们喜乐吗？不管过去日子如何，愿主的喜乐天天都与我们同在。阿们吗？让我们一起来祷告，向神献上我们的祷告。感谢上帝，在这里有主你的同在，我们是何等的有福！因主你喜悦我们向你献上敬拜、祷告，并得着领受的地方。有口的就要大声的赞美你，有耳的就要听你的话语，听你的声音，有眼的就要看见你的神迹奇事彰显。愿主你亲自看顾保守现在的祷告会，从开始到结束，主你都与我们同在，喜悦我们为你献上一切的，奉主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我们要靠主常常喜乐，我们要喜乐，应当一无挂虑。主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，阿们吗？主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，阿们吗？弟兄姐妹们，我们要常常在主里面宣告，主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，主的喜乐能够胜过一切魔鬼一切的作为。我们是何等的有福啊！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让我们一起再一次来开口，再一次来宣扬主你的爱。主啊，愿你常常的喜乐充满我们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主感谢你，主我们感谢你，主我们感谢你。我们一起常常来说，主啊，让我们常常喜乐，常常喜乐，向主高歌，不管环境如何。高山或低谷，主都看顾，相信就能蒙福。常常祷告，耐心等候，主就是有的喜。流泪下总比欢呼收割，相信就有喜乐。下垂的手再一次举起来，丰沛的心再一次敞开，抛开一切忧虑，放下一切重担，来到主的面前，我喜乐满怀。迷人的心被主爱来温暖，干渴的灵被主爱充满。主是我的力量，主是我的高台，是因有苦一路有耶稣陪伴，他永不离开。谢谢主赐下喜乐，住进了你我的心。不管环境的如何，我们相信主的喜乐可以胜过一切魔鬼撒旦的计谋。主的喜乐可以胜过一切身体疾病软弱。我们相信主你是爱我们的，主你是赐福的主，主你不是降灾难的主。让我们再一次常常的来喜乐，常常来赞美主，常常喜乐，向主高歌，不管环境如何，高山或低谷，主都看顾，相信就能蒙福，相信就蒙福。喜乐，耐心等候，主就是有的喜。流泪下总比欢呼收割，相信就有喜乐。下垂的手再一次举起来，封闭的心再一次敞开，抛开一切忧虑，放下一切重担，来到主的面前，我喜乐满怀。迷人的心被主爱来温暖，干渴的灵被主爱充满。主是我的力量，主是我的高台，是因有苦一路有耶稣陪伴，那有福。我们一起再把手举起来，下垂的手再一次举起来，封闭的心再一次敞开，抛开一切忧虑，放下一切重担，来到主的面前，我喜乐满怀。冰冷的心被主爱来温暖，干渴的灵被主爱充满。主是我的力量，主是我的高台，是因有苦一路有耶稣陪伴，他永不离开。下垂的手再一次举起来，
封闭的心再一次敞开，抛开一切忧虑，放下一切重担，来到主你面前，我喜乐满怀。疲冷的心被主爱来温暖，干渴的灵被主爱充满。主是我的力量，主是我的高台，心有苦一路有耶稣陪伴，他永不离开。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你们知道吗？因为有主在我们心里面，所以我们时时刻刻就有平安相随。主啊，我们要跟随你，我们要有主耶稣基督那美好的形象，我们所作所为能够让世人看见我们与别人不一样，因为我们是属乎耶稣的，我们是耶稣的儿子，是耶稣的女儿，是被耶稣捧在手里的。主啊，恳求你再次来与我们同在。主啊，愿我们身上都有你那美好的形象，让世人都能够羡慕，因为我们所信的主是那又真又活的主。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。主啊，谢谢你时时刻刻喜乐都与我们同在，平安也都临到我们心里面。主啊，我们就要大声的开口赞美你，我们要大声宣扬主你的名。主，我们是何等的有福。主，谢谢你，主，谢谢你，谢谢你再一次来与我们同在，让我们能够再一次大声来宣告，长长的喜乐要满足我们，要帮助我们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主，我们感谢你。我们从头再来一次。常常喜乐，常常喜乐，向主高歌，不管环境如何，高山或低谷，主都看顾，相信就能蒙福。常常祷告，耐心等候，主做事有定时，流泪沙中必欢呼收割，相信就有喜乐。下垂的手再一次举起来，封闭的心再一次敞开，抛开一切忧虑，放下一切重担，来到主的面前，我喜乐满怀。疲冷的心被主爱来温暖，干渴的灵被主爱充满。主是我的力量，主是我的高台，谁有苦一路有耶稣陪伴。我们再一次将手举起来，下垂的手再一次举起来，封闭的心再一次敞开，抛开一切忧虑，放下一切重担，来到主的面前，我喜乐满怀。疲冷的心被主爱来温暖，干渴的灵被主爱充满。主是我的力量，主是我的高台，谁有苦一路有耶稣陪伴，他永不离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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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永不离开。主你永不离开，主永不离开。弟兄姐妹们，我们不管用方言或用悟性，再次来向神献上祷告，感谢上帝的爱不离不弃。我们一起开口来向神献上祷告。主啊，感谢你，主赞美你，主你永不离开。主啊，谢谢你，主啊，谢谢你的喜乐满足我们，谢谢你的喜乐常常的与我们同在。主啊，谢谢你的爱永不离开，主你永不离开。主你永不离开，主你永不离开。
灵舍，耶稣伊帮助，咱的国家，耶稣伊掌管，咱摇抓的手，伊来牵，耶稣是全地的主，耶稣是你我的主，将咱比上你我高度义，以为修赎咱平安，耶稣是全地的主，耶稣是你我的主，咱着全心全意我可以伊的主爱给陪咱到永远。不管日子是安怎，但是主啊，你听完，主啊，你牵我的手，主你无放散我，主啊，搁一道将咱的国家，将咱的台湾，将咱的社区，搁一道交托伫主你的手中，恳求主你亲自来掌管，主啊，求你搁一道来帮助阮，主啊，互咱袂惊吓，互咱失望的心会当靠伫你有仰望。主啊，搁一道将阮交托伫你的手中，因为主你是我的主，你是我的王，你是我的主，你是我的王。主，我感谢你，主，我感谢你。咱的悲伤，耶稣伊拢知。灵舍，耶稣伊帮助，咱的国家，耶稣伊掌管，咱摇抓的手，伊来牵，耶稣是全地的主，耶稣是你我。主，叫咱悲伤离我高过伊，以为修赎咱平安。耶稣是全地的主，耶稣是你我的主。全心全意我可以，伊的主爱会陪咱到永远。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我们在神的面前，我们再一次认罪悔改的祷告。主啊，恳求你再一次来赦免我们。主啊，我们看见主啊，这个天气，这个疫情，主啊，都是你所造的。但是主啊，我知道我们得罪了你，得罪了神，得罪了上帝。主啊，你要再一次让我们有这个时间，能够在主你的面前单单的敬畏你。主啊，我们不可以埋怨你，主啊，我们不可以埋怨你，因为主你的旨意要让我们再次知道，主，我们要回转向你，因为主你的手展开了。主啊，你要让我们再次回到你的怀抱里面。主啊，再次来帮助我们弟兄姐妹们，不管我们在线上。你是用方言，你是用悟性，你是用灵歌。主啊，我们再一次弟兄姐妹们在一起，主啊，我们来做认罪的悔改。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。主啊，赦免我们，主啊，你赦免我们，主啊，恳求你赦免我们，主啊，你让我们知道，主啊，你是赐福的主，主你不是降灾难的主。主啊，再一次将我们的人要再一次降落在主你手里面。主啊，我们违背你的旨意。主啊，恳求你再次饶恕我们，
主啊，你再次饶恕我们，主啊，你再次饶恕我们，主啊，你再次饶恕我们，主啊，再次饶恕我们，主啊，再次来赦免我们。哦，主啊，你赦免我们，主啊，恳求你再次赦免我们。主啊，我们也要再次，弟兄姐妹们再次来祷告。主啊，在这个环境里面，主啊，我们要单单的来仰望你，我们要单单的信靠你。主啊，因为你喜乐满足了我们。主啊，我们要活出你那美好的荣光。主啊，在巷子里面，主啊，很多弟兄姐妹们，主啊，他们都害怕，主啊，他们不敢与人讲话。但是主，你的喜乐充满在我们心里面。主啊，我们虽然我们戴着口罩，但是我们的眼神、我们的行为举止，都要活出你那美好的形象。主啊，恳求你再次帮助我们，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们，不管在家里或在上班的，主啊，你的旨意都要再次成就我们，你再次帮助我们，因为主你是帮助我们的主，主你是与我们同在的主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再次开口向神求平安。主啊，恳求主的平安再次临到我们，临到我们的家人，临到我们的邻居。主啊，原谅我们在任何一个地方的弟兄姐妹们，主啊，我们再一次向主来求平安。我们开口向主求，哦，主啊，平安再次来与我们同在。因为主啊，当我们相信你的时候，主啊，你平安就要临到我们里面。主啊，将我们的国家，将我们每一个的政府官员要再次交付在主你手里面。主啊，因为你让他们能够看见你奇妙的作为再次彰显出来。因为主你是那又真又活的主，没有人能够取代你。主啊，我们要单单的依靠你，单单的相信你，单单的敬畏你。主啊，你就要掌权在我们国家里面，掌权在我们台湾里面，掌权在我们右昌这个社区里面。主啊，我们要敬畏你，主啊，我们要顺服你，主啊，我们要敬畏你，主啊，我们顺服你，主啊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让我们能够再次将我们自己要交托在主你手里面，使我们平安，使我们健康。主啊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因为主啊，你是咱的主，你是咱的主，咱个大声呼叫讲，你是咱的主，你是守事平安的主，你是我的主，无人会当甲咱客气的，你是咱的主，你是咱的主，咱个一道讲，耶稣是全地主，耶稣是全地主，耶稣是你我的主，咱将必上你我高，托伊的小小来平安，耶稣是全地主，耶稣是你我的主，咱就全心全意我可以的主来给陪咱到。咱搁一道手，耶稣是咱的主神，咱将咱双手放伫咱的身上，求主搁一来浇灌我们。耶稣是全地的主，耶稣是最我的主，咱将必上你我高托伊，以为小小来平安。耶稣是全地的主，耶稣是你我的主，咱着全心全意我可以伊的主爱为陪咱到永远。亲爱的上帝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主啊，谢谢你，主啊，你是我们的主，你是我们的王。
主啊，当我们渴慕你时，当我们在你面前祷告的时候，主，你就要帮助我们，你就要赐福我们。主啊，恳求你再次来介入这个世界里面，主啊，让这个混乱的世界里面有主你有介入之后，就要有顺序了。主啊，恳求你再次掌权，主啊，也恳求你的恩典不要离开我们，主啊，也恳求你不要放弃我们，不要撇下我们。再一次，主啊，虽然没有很多人的祷告，但是主，我们知道你是赐福的主，主，你是爱我们的主。主啊，谢谢你愿意来与我们同在，愿意垂听我们祷告，愿意再次来帮助我们，垂听我们软弱每一个人的祷告。奉主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各位网络的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！欢迎咱参加来参加祈祷会。还未祈祷会进前，咱参加同心额头祈祷。是阮听上帝，一个疫情非常严重的时，真侪百姓活伫惊吓的中间，因失去过去平静安稳的日子，心中充满了惊吓。想使人平安的上帝，愿一碟为着阮台湾，为着所有百姓来祈祷，恳求主你想使对你遐来的平安，互阮会当领受你的平安，无惊吓。互阮大家伫即个疫情的中间，会当平安经过。我也将阮今暝祈祷会交托你，恳求你施恩祝福，互阮无论伫网络顶悬的兄弟，还是现场的兄弟，愿用同心以主面前，用心灵甲诚实敬拜主，愿主你的神甲阮参加伫地。愿将阮的祈祷会仰望你，愿主你圣神引带，愿咱以主面前祈祷，奉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今暝，咱三个来共修上帝话。上帝话记载伫马太福音书第10章，咱要对24节到31节。上帝话安尼讲：学生未搬过先生，萝卜未搬过主人。学生亲像先生，萝卜亲像主人。就够野。人既然叫家主做白色布，何况叫伊家来人？所以无得惊因，因为无有看目后来无显露出来的事，也无隐密后来无互人知的。我伫暗中甲恁讲，恁伫根本的所在讲出。按因讲甲恁讲，着伫厝顶传伊，遐个害死身躯的，未害死灵魂的，无得惊因。独独迄个会灭灵魂甲身躯伫地狱的，较着惊。两只赤鸟仔减毋是卖1分银吗？
若毋是恁的爸有稳准，一只也袂咬到地，就是恁的头毛也拢算过，所以恁无得惊，恁比一赤鸟啊较贵气。圣经读到遮，愿上帝就听伊话，搁去行的。因为咱网络顶悬的遐姊妹，虽然疫情，互咱无法度实际伫这礼拜堂来敬拜主，总是上帝通过现代的科技来补足伫咱目前的欠缺。咱依然会伫网络顶悬，伫电视机头前，咱用心灵甲信息敬拜主。今日牧师所要分享的，毋免惊。惊是人类天性的一个情绪。人生到处拢充满了危险，有惊吓就会刺激咱，互咱真止尽保护咱家己。举一个咧，有人惊妖，且会认真做工课趁钱；有人惊破病较严重，就会去病院还是诊所去找医生。咱每一个人心中拢有惊吓，更较勇敢的人总是嘛会惊。法国的哲学家蒙田，伊讲一句话，伊讲：世界万物中，我上惊的就是惊吓本身。对安尼，咱必须要厘清，什么是惊吓？到底人会惊啥？面对惊吓，咱要哪应付迄个惊吓？总是面对惊吓，有几种人类的面对惊吓的态度。第一种，对惊真敏感，会使讲无所不惊。人华语讲杞人忧天啊，烦恼身体，烦恼生活，烦恼儿女，烦恼家庭，烦恼社会，烦恼国家的未来，烦恼是毋是会发生战争？生活中间，拢总是有一寡大细项通惊的事。有的人面对惊吓会患得患失，有的人惊吓的中间心神不宁，心内总是无惊无平安。第二种对惊呢麻木不仁，这种型的呢，伊毋知影什么叫惊啦。会当讲天袂惊，地袂惊啦，连死嘛毋惊。所以有的人明知影犯一种罪，会可能面对死刑，伊嘛毋惊啦。咱看几当前，伫台北捷运顶悬有一个少年人叫做郑杰，伊坐捷运坐好好，忽然间对伊的身躯顶揢一支刀啊，无理性就甲人杀，安尼甲掠狂的方式来对人惊歹。迄当时有4个人因为安尼死伫伊的刀下。当然，这个郑杰这个少年人尾啊嘛是互台湾的法律判死刑枪杀。伊可能连死嘛毋知，连死嘛毋惊。第三种，对惊有正确的认识，该惊就惊，不该惊伊就会惊。一个有信仰性命的基督徒，
伊毋惊人，总是伊惊上帝，惊伊的行为惹上帝生气。所以，这种人，伊心中有存一个对上帝敬畏。什么上帝无欢喜的事，伊惊上帝绝对毋敢做。对事有公义的起手，伊惊超越公义的标准得罪上帝，伊惊失去对人的疼，得罪上帝。伊惊伊无够谦卑、骄傲，得罪上帝。所以这种人有信仰的基督徒，伊会惊上帝。总是无该惊，伊袂惊。咱看彼得，伊伫监狱内底，互关于监狱内底，佫会当安然自在。你看圣经内底保罗甲西拉，因嘛是感觉互关于监狱内底，袂惊袂烦恼，因佫伫监狱内底唱歌学了上帝。你看这很主时的你会惊吗？面对疫情，你会惊吗？以马太福音书第10章20节，上帝会安尼甲咱讲，所以无得惊因，因为无有看目后来无显露的事，也无隐目后无互人知的事。伊即个圣经在咧甲咱讲，真个代志虽然会看目，会隐目，甚至代志会用误解，总是有一天要显露出来。拉丁的一句话讲：真理是伟大，真理是永远的。咱看圣经内底旧约瑟，伊约瑟的故事中间，伊10个阿兄因为嫉妒伊，佫6届陷害伊，甚至要害伊的性命，最后甲伊卖互埃及人。咱知影约瑟，伊心中掺偌济悲伤、忧愁、互误解、互冤屈的，伊受偌济受伤、创伤，无通讲的，只有上帝知。咱看到约瑟，互波提乏的某陷害。害伊互关于监狱内底，伊的委屈讲出来，波提乏毋信；讲出来，无人会听。而迄时阵的约瑟是有苦无地吐，但伊讲一句话：下到第4囝，无地讲。总有一天，真理显明的时，约瑟出头天。约瑟尾仔做着埃及的宰相，伊过去所受的冤屈、所受的误会，拢伫这个时阵真相显露出来，嘛是煞伊放伫心内几10年的冤情。有时阵真理无容易互人接受，甚至互误解、互扭曲，就是主耶稣甲咱讲，毋免惊。宗教解决家诺克斯伫伊个别消时，人拢学了诺克斯讲，倒伫这个人是一位敬畏上帝，永远无惊任何人的人。
基督的见证者是一个唔惊、唔知通惊的人，总是伊知有一个永远的审判。这个审判会纠正时间的错误，会互暗藏的事显露出来，会互稳重的事显露出来。所以了解，咱就要做一个敬畏上帝、无惊任何人的。会记这牧师读新人的时阵，阮的教授常常甲阮勉励一句话：以后恁做教会牧者，当你徛讲台的时，你就要勇敢将真理讲出来。看在你讲的真理是大家较张了，任何人听了无爽快，因为你讲的都是因两者的事。你要勇敢来传达真理，互人知罪，互人认罪。你要惊上帝，唔惊人，会做一个传教者。了解，咱看到，要做一个勇敢的基督徒，的确是一个无简单的事。因为你讲的是真理的事，唔是每一个人拢爱听真理。真侪人要听的，唔是真理。经常爱听是白贼话、美丽的谎言，这就是魔鬼的计谋。就是咱看到圣经耶稣甲咱讲，以马太福音书第10章28节讲，遐个害死身躯的，未害死灵魂的，无得惊因；独独迄个会灭灵魂甲身躯的，伫地狱的较着惊。咱知影中国有一个故事，叫《三国演义》，其中一个主角叫做张飞。张飞的个性非常的毒舌。张飞通我讲是真有名的将军，伊战场战争无所不胜。对张飞来讲，天唔惊地唔惊。有一天，张飞甲伊的大兄刘备去冲突，张飞较徛较赢面，总是伊徛较赢面，伊的受气犹原无煞。迄当时，因的军师诸葛亮徛伫边仔，实在看袂落啊，就徛伫边仔，甲张飞握手，叫伊入去伊的帐篷内。这个诸葛亮就问张飞：“你真正天无惊地无惊？总是你有一项惊吧？”你知影张飞这人真后战争，个性真不错，身材嘛足魁梧的。张飞就讲：“我都唔惊。”这诸葛亮就用笔伫个手心写一字，写一字什么呢？诸葛亮佫真严肃问张飞：“你真正天地拢唔惊吗？你看我手中的写这字，你惊唔惊？”你毋知影诸葛亮伫手中写什么字吗？伊写迄字叫做病啊，
破病病。即届张飞目睭长开甲真大蕊，就甲诸葛亮认。伊甲诸葛亮讲：我惊，我惊。你惊啥？伊惊病啊！是啊，病是会伤害身体。就是耶稣讲出，迄个害人身体，你免惊。也意思讲，人为了真理，为了福音受逼迫的，也迫害的，甚至为了福音、为了真理宣教的，虽然伊为了肉体丧失性命，像是耶稣讲唔通惊因。耶稣佮讲出。毋若是讲毋通惊因，耶稣佮进一步甲这门徒讲，独独迄个会卖灵魂甲身躯伫地狱的，较着惊。耶稣的话只是人的灵魂比身体较贵气啊，因为身体是暂时的，总是灵魂是永远的。一个人爱关心的是伊的灵魂是毋是会得救，毋是伊的身体是怎样。身体人拢有死一天，就是灵魂毋通落伫永远毁灭的火湖中。是啊，世间人拢定定看的，眼界看的，拢是伊的身体。我得要食饱子，我身体要勇壮，我身体要穿啊拍身躯要穿啊拍哩拍哩，我得要活好、穿好、住好、开车开足好，拢是身体。总是耶稣甲恁讲的，独独迄个会灭灵魂甲身躯的伫地狱的，较着惊；会灭灵魂甲身体的。伫地狱中间咧，较着惊。耶稣佮进一步，要甲门徒讲：恁比赤鸟啊较贵气。伊甲门徒讲：所以恁无得惊。若比贵气，比价值，偏偏是上帝创造的。恁比赤鸟啊，较贵气。马太福音书咧甲讲，2只赤鸟啊，只有卖一分银。若是上帝无容允，连一只都袂降落地。就是路加福音书甲恁讲，5只赤鸟啊，减会卖2分银吗？伫上帝面前，连一只也卖无价值。耶稣甲咱讲的这个话，伫暗示甲咱讲，赤鸟啊，是一个真俗、真无价值的鸟啊。伫上帝看来，犹原是宝贵的。咱看咧希腊文的翻译。讲无一只赤鸟啊，落伫土骹，毋是上帝无毋知。落跋落土骹的落，伫希腊伫阿兰文的意思，休困的休，也意思讲赤鸟啊，每一届伫上帝面前咧休困啊，咧跳跳，上帝拢注意。若是上帝佫会关心遐无价值、真俗的赤鸟啊，伊敢会无关心人吗？会啊！上帝对伊所创造的物，拢安尼看过，安尼关心。所以耶稣甲门徒讲，所以我甲恁讲，
无得为着性命看路要食什么，也是为着恁的身躯要穿什么。因为性命比美娘较贵重，身躯比衣裳较贵重。了解？耶稣通过这个经文，讲到两项代志：性命要看路食什么，身体要看路穿什么。所以油门甲看路，就是代表人行的一个方式。所以保罗先生伊写批予腓立比教会信徒讲：一切无得看路，独独万人事，就用祈祷、恳求、甲感谢，将恁所求的摆列伫上帝面前。有一个遇到故事，嘛是讲了两只赤鸟啊，两只赤鸟咧对话咧讲话啊。其中一只赤鸟啊，咧问讲：，迄赤鸟啊，对另外一只赤鸟讲：，嘿，奇怪呢，为什么我看到迄人吼，拢心灵不安，一天到暗对早装到暗，对暗装到透早。哦，我唔知影人为什么这么忧愁看路咧？另外一只赤鸟啊讲：啊，我知，我想这个人就是欠缺一个仁慈天父上帝的眷顾。了解？通过这个小小的故事，两只赤鸟的对话中间，互咱知影，人的忧闷无路用，也无必要。人的忧闷是无合宜的。人爱将你的心灵交托主，主要眷顾咱。咱爱将咱的重担卸予上帝，伊要为咱担当一切。例如咱网络、电视机的兄姊妹，你是不是为着什么代志，伊也忧闷烦恼？你是不是为着什么代志看心困袂去？了解？主耶稣伊言讲：烦恼苦重担来到我这，我要互伊担变作快，变作轻的。你了解？例如网络、电视机的兄姊妹，当咱信主久久的时，咱是毋是有真正来到主的面前？啊，是咱常常掠家己做上帝，担起家己身躯顶所有重担呢？主耶稣讲：烦恼苦重担的人来到我这。了解伫今日基督会，咱就是按来到主的面前。咱嘛毋是家行暗时啊来到主的面前，咱每一时刻，咱拢来到主的面前，通过祈祷，通过上帝话，咱将咱的烦恼重担交托主。上帝要互你会轻担变作轻的。重点来啊！你是不是愿意？你是不是愿意将你的重担交予主呢？还是你要愿意家己歹呢？有一个故事，嘛一个笑话安尼讲。有一个阿伯啊，伊歹一个重担，伊搁手赶一个行伍第补品，要去高阳市区，互伊做未来的新妇者。总是这个阿伯啊，伊坐公车无确定坐迄班是要去因新妇遐，伊身躯顶真歹一个包袱啊，搁是手赶一个补品，伊上车了，
就问司机：司机啊，司机啊，这个所在敢是要去九如路迄帮迄路线？司机讲：嘿啦嘿啦，你起来坐啦，这个路线对的。总是阿婆啊，对这司机的话无够信任，伊就去伫车顶，唔敢坐，身躯顶拍一个包袱，手搁揢一个包片，伊就徛司机的后壁，搁一手搁揢雨伞，等于双手揢物件，身躯顶搁拍一个物件，真重。那司机开到一个所在，伊就用雨伞甲司机吐。司机啊，司机啊，遮对，遮对。司机讲：真有枪啦！佮过一站，司机啊，司机啊，遮对。司机甲讲：遮做赢啦！每到一站，车停落来，这个阿婆啊，就揢雨伞伫骹伫迄个司机的脚趾后，伊啊拄遮对到尾。过做赢了，佮停一站，这个阿婆啊继续拿伊的雨伞去甲司机吐，司机啊，遮对。这司机哦，互吐甲吼，实在足烦的啊！司机来讲：阿婆啊！啊！你到的时候，我会甲你叫啊！你著甲你身躯顶的包袱啊、你的布品、你的雨伞放咧啦、坐咧，到的时我会甲你叫。总是这阿婆啊，对司机无够信任，唔敢将伊的当包袱啊、伊的双手物件揢咧，安心啊坐咧，等司机叫。每过一站，就甲司机叫：司机啊，司机啊，遮对。所以哦，司机互渡过来，当这司机佮互这阿婆啊佮拄咧哦，司机啊，遮对。司机甲讲：这尻川啦。你看这，虽然这是一个笑话，像是咧甲咱讲啥？这阿婆啊对司机的信任无够。伊唔敢将伊的包袱甲双手物件揢咧，安心啊坐咧等司机甲叫，伊甘愿家己歹。你看这，有时阵咱是毋是有亲像迄个阿婆啊共款？咱信主啊，总是咱对主的交托信任无够，咱常常要家己歹，歹了真辛苦，歹了真忝。你看这，主甲咱讲。咱就莫惊，咱就莫忧愁，咱莫烦恼，因为忧愁烦恼是咱惊的一个形式。耶稣跟咱讲，唔免惊，耶稣爱拄起咱心内免惊，咱来迄个惊宣告。伊圣经内底有61位所在，咧甲咱讲到，提醒咱爱克服迄个惊吓。旧约大笔捌安尼见证。我伫惊吓的时要倚靠你，伊佫讲：我已经倚靠上帝，我就无惊。你看这，伫这疫情严重的时，伫你面对人生真侪挫折、真侪重大的时，你佫惊吗？你惊什么？咱要将无所谓的惊对咱的心中刻起来。咱要做一个快乐、平安过生活的人。所以，当你惊吓甲你开门的时阵，你就要用信心甲你开门。信心哪大，惊哪小。伝道篇讲，信心哪小，惊就哪济。求主帮助咱，互咱享受上帝互你平安喜乐的生活，互你无通惊。咱只是来唱这首诗歌。有你真有平安吗？
朋友，你心中真有平安吗？如果你没有平安和喜乐，现在我就告诉你，就说吧，劳苦担重担的人，可以到我这里，我这里，我就是你们能得到安息，是你们能得到安息。把劳苦重担忧伤的人，就必是你得到安息。朋友们，你真有平安吗？朋友，你心中真有平安吗？如果你没有平安和喜乐，现在我就告诉你，就说吧，劳苦担重担的，可以到我这里，我这里，我就是你们能得到安息，是你们能得到安息。把劳苦担重担的人，忧伤的人，就必是你得到安息。了这以这歌的歌词来讲，朋友啊，你有平安吗？烦恼个背当当，主要互你得到安息。这时阵，但这时阵，咱为着以网络顶悬，你欠缺平安的来祈祷。咱也为着现主时，缅甸政府用军事的武力来压制百姓来祈祷。恳求上帝，互缅甸政府、军政府早一日恢复民主的政府。咱为着这来祈祷，咱为着目前印度、越南、泰国、马来西亚的肺炎的疫情来祈祷，求主帮助这几个国家严重的肺炎的疫情得到解决。但这时咱三甲开声来祈祷，希望听上帝。阮这时为着电视机头前、网络头前兄弟姊妹，阮来祈祷。主啊，这兄弟欠在有人为着因的事业来烦恼，欠在因为着身体健康来忧愁艰苦，欠在有人因为疫情、肺炎的疫情因烦恼不敢出门。里面的上帝，恳求你里面，恳求你听因祈祷。因的劳苦重担来到主你面前，恳求你听因祈祷，你抬起因的劳苦重担，我们心领受上帝你赏赐的平安甲喜乐。我若这点为着阮教会来，为着缅甸政府运用军事的能力来压制百姓，恳求你，互缅甸政府来早一日恢复过去的民主。主啊，这受苦的百姓，愿主你透放因。主，我咱为着马来西亚、泰国、印尼这个国家，因受到肺炎的疫情的扩大，因死伤真济。愿主你怜悯，互因通过疫苗来，互疫情来消除。我恳求主你听我祈祷帮助。主啊，我咱为着阮教会真济身体欠安的兄弟来祈祷。愿主你使阮里面劝告，互因肉体软弱的时，信心衰弱的时，主啊，你家己信心，主互因对上帝你的话语中间兴起对主的仰望甲挖靠。主啊，我也将阮教会大细项时间仰望你，虽然疫情，互阮真
切时间贫困，总是恳求你帮助，互阮疫情的这停阮虽然教会时间贫困，总是互阮对主仰望，对主我个心无停止。愿主你施恩带领帮助，愿将这一切仰望你，愿相信你听祈祷，奉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门。你网络甲电视机的兄弟姊妹，通过今暝的信息，我相信主耶稣已经将平安赏赐恁，恁若有信心，将恁的烦恼、劳苦交托主，主要互你消除，上帝要赏赐你平安，愿上帝祝福恁。愿上帝平安赏赐恁，愿你的劳苦重担，上帝替你排，互恁对担到永远，拢有主的平安甲恁伫底。愿上帝祝福恁。